介绍立法院长苏家强。张博雅。监察院长张博雅。内政部长叶俊荣。前副总统吴敦义。国民党主席洪秀柱。前立法院长王金平。前法务部长萧天赞。前全序部长朱武宪。前内政部政务次长林永坚。前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邱仲仁。前监察委员洪德玄。立法委员陈廷飞。立法委员林代化。立法委员王定宇。立法委员阮碧玲。花莲县议长傅春琪。国发院院长林中山。前立委洪玉清。前立委沈智慧。前台南市长张立堂。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蔡国英。台北市议员谢维洲。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任秘书陈怡君。中山慈惠堂主委郭叶植。日月行馆总裁汤文万。南梁总裁肖登波。一贯道世界总会理事长李玉柱。一贯道总会理事长王宝忠。现在请一贯道各主线领导前人请起立，请各位来宾掌声欢迎。请各宗教领袖请起立，各位来宾掌声欢迎。由于与会的贵宾非常的多，所以未能介绍到的贵宾，请您多多的包涵。稍待事宜再做补充介绍。感谢大家的莅临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